酷儿是性少数群体代称，若科学甲性别相结的艺术品会写做啥款呢？台北教育大学的北书美术馆即阵就办一个展览，要互大家来看这艺术品写做啥款。这挂艺术品是用科学佮有性别故事交织，加做主题的展览。这个展览号做“扩强生”，拍开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点，就是运用生物的图像。艺术家刘有是表示，伊即个创作理念是家一个青梅科学家，透过其他的感官，把这挂生物的形写落来，刘有就家是这画出来。这个知名的博物学家他所书写这些生物，也因为这些书写它是非常具有文学性的，所以好像我们好像可以重新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生物，但是完全无法想象这个生物是什么，所以我又重新再去把这样子的生物绘制出来。强生嘛讲到和主流的社会性别认同无同的部分，中国的南方有状元红、女儿红，艺术家李巴欢就运用 queer 代表的知识，做出一款叫做紫台酒。这款酒是用紫色酵母菌落去发酵。也许有一些人，他们的性别认同并不一定是男生或女生，但他们既不是儿子，也不是女儿。我就想说，也许可以采用酷儿文化里头常见的一种紫色的色调，然后把它做成紫色的酒。所以这个紫带就是紫色的等待跟小孩子那个子代 offspring 这个字。北书美术馆举办扩强生的展览，展出11组台湾当代艺术家的作品。展期为7月2日开始到9月17，希望对这个展览当中，会使看到生物佮有性别的多元，嘛去理解、接受社会中性少数的族群。记者柯家选曾准佑台北报道。